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旧约创世纪45章1到15节。创世纪45章1到15节，在和合本圣经第58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约瑟在侍从面前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于是他命令他们离开，到外面去。约瑟向兄弟们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别人都不在场。可是他嚎啕大哭的声音被埃及人听见，消息就传到王宫。约瑟向他的兄弟们说：“我就是约瑟，父亲还健在吗？”兄弟们一听见这话，都被吓呆了，答不出话来。约瑟请他们上前，他们就走近他。他说：“我就是你们的弟弟，是你们出卖到埃及的约瑟。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焦急自责。上帝为了保存大家的生命，亲自差遣我先到这里来。这地方的饥荒到现在不过2年，还有5年不能耕种，也不会有收成。为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用这奇异的方法解救你们。这样看来，差我来的是上帝，不是你们。他使我成为王的最高官员，做埃及的首相，治理全国。”第9节，你们要赶快回到我父亲那里，告诉他，他的儿子约瑟这样说：上帝立了我做埃及全国的首相，请你不要单言，赶快到我这里来。你要带你的儿女、孙儿、牛羊和一切所有的到歌山附近住下，跟我相近，这样我就可以奉养你。还有5年的饥荒，我不愿看见你跟全家的牲畜都饿死。第12节，约瑟又说：现在你们跟我弟弟便雅悯都亲眼看见，是我约瑟亲口向你们说这话的。你们要告诉父亲，我在埃及有很大的权力，又向他报告你们亲眼看见的一切。你们要赶快接他到这里来。他拥抱着弟弟便雅悯大哭，他弟弟也在他怀里大哭。接着他一面哭一面拥抱每一个哥哥，跟他们亲吻。然后他的兄弟们开始跟他说话。以上，这时候我们要请许承凯传道为我们讲真相大白。真相大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来到圣殿，我们来敬拜赞美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使我们生命可以得以改变。愿你此时此刻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那丰盛奇妙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很喜欢看电视的？这看电视呢又有分，很喜欢看连续剧的，还是很喜欢看影集的，还是你很喜欢看小说？我个人呢，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看一部影集，叫 CSI， 这个犯罪现场。它会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一开始就我们会看到它播的是一个刑事的案件，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监视人员呢，他必须抽丝剥茧，把所有的证据呢一一的找来，然后一一的去检验、去证明，然后把原来当时发生的那个现场呢给还原，然后最后呢可以找到凶手，甚至是可以去救到别人的性命。他们这样不断的努力在找，为的就是使真正的事情的真相能够让法官，能够让真正犯罪的人得到应有的那个制裁。或是我们常常很喜欢看连续剧，台湾的连续剧一播都是700-800集，甚至上千集，我们好像永远看不完，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也很喜欢看金庸小说，
被那个小说着迷了，一直想要看到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呢这个人物到最后他的结局是怎么样？这都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最近常看到新闻，有一个叫维基解密，不是维基哈，是另外一个维基解密。这个爆料的这个事情呢，都在讲过去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好像忽然发觉过去好像真的有这些事情在发生，可是往往我们却看不到，也不清楚到底事情的真相是如何，因为太多人在说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时常会遇到我们很多无法明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无法去理解为什么会如此。人说事出有因，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一定有它的原因在。有时候当我们去寻找、去了解之后，我们发现原因是这样之后，我们通常都会说原来如此，原来就是这么简单，我为什么现在当中我不明白呢？有时候我们会像科学家一样去寻找答案，去很仔细的去寻找、去推敲。当我们看到社会上有一些，比如说空难事件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收集许多证据，然后来研读、来判断，为了是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往往有些事情，我们无法用科学，我们无法用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去明白、去看见真正的答案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在你和我之间，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一定有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无法理解、无法明白的事情。这些事情存在你我的心中，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也有一些事情一直困扰着我，我一直无法明白为何会如此。就像雅各一样，雅各他一直无法明白，他为什么他遭遇到饥荒，他派他的儿子们去到埃及地去买个粮食而已，结果所带回来的消息却是那么样的使他无法明白，也让他心里想起了过去那个无法明白他最疼爱的那个儿子约瑟。他想起了那一天，约瑟只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去到示剑那个地方去放羊，他就派约瑟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他们是否平安，你去看看那些羊群他们是否平安，然后呢，回来告诉我。”没有想到，过没几天，他的儿子们却派了一个仆人，带着一件衣服来到他的面前，问他说：“这件衣服你认不认得？”雅各看到那件衣服，他当然认得啊，那件衣服上面沾满了血，又被撕裂，这是他做给他最疼爱的儿子约瑟的一件外衣。他认得，他就非常伤心。他知道他的儿子可能在那旷野当中被野兽给吃掉了，已经没有了性命。他非常的伤心，伤心到他把自己的衣服撕裂，披上麻布。连他的其他的儿女、他的家人来劝他的时候，他都无法去听。他说：“倒不如让我死了，我的儿子已经没了，你要让我带着白发，很悲惨的下到阴间吗？”他不肯接受安慰。但是他的儿子这个时候从埃及买粮食回来，却又带来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消息：买回来的粮食是有了，足够他们吃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些事情。带去的钱还在钱包里面，1块钱都没有少。而且埃及那个地方的治理者甚至怀疑他们是间谍，是奸细，要来侦探埃及这块土地上面所有的一切。不仅他的另外一个儿子西缅被留在那里，甚至那个人还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把最小的弟弟便雅悯给带过来，你们下次要把他带过来，好让我确认你们真的不是间谍，你们不是来侦查埃及这块地方的。”所以雅各很心痛的对他的其他儿子说：“你们害我丧失了我的儿子，过去是约瑟，现在又有一个儿子西缅被扣留，便雅悯又要跟着你们去，
那是凶多吉少。所以他下定决心，不管如何，他的这个最小的儿子便雅悯绝对不可以跟着他们走。不论如何，他一定要把他留下来。他害怕他遭遇到跟约瑟一样，在半路上被野兽吃掉。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带来的粮食很快的就吃完了。雅各没有办法，他只好再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再去埃及地去买粮食。”这个时候，他儿子当中的犹大就跳出来说：“可是我们很清楚记得，在埃及治理那个人，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弟弟，最小的这个弟弟去，要不然我们现在去一定会被当成间谍给抓起来。”雅各面对着一个生死存亡两种不同的情境，一个是为了生命要有粮食吃，一个是为了他的儿子的性命，他陷入了两难。犹大告诉雅各说：“他说父亲，你就让我带他去吧，我保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我带他去可以保全整个家族，我们整个所有的人，你的子孙的性命。”因为我可以带回粮食回来。就这样，雅各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他终于决定：好，可以，我让你带去。但是呢，如果必须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将我们这里所出产的最好的乳香、没药、蜂蜜，还有各类的产物，带一些过去当做礼物，来献给那一个人，求他能够怜悯你们。能够释放你们，也能让你们带着粮食回来。愿上帝祝福你们。如果我真的要失去这个儿子，那我就失去吧。雅各看开了，他的儿子们听到雅各这样的一番话之后，他们知道父亲同意他们带着这个最小的儿子去到埃及地，但是这些哥哥们心中还是害怕。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害怕的是上次只是一个觉得很简单，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粮食了，埃及那个地方有粮食，我们只是带着钱过去买粮食而已。哪知到了埃及之后，看见了这个卖粮食的人，这个统治者，他却告诉我们说：你们是间谍，你们是来侦探埃及这块土地的人，甚至把我们关在监牢里面。最后，为了证明我们的清白，我们只好把弟弟留下来。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却发现我们带去的银子1块钱都没有少，都在袋子里面。他们非常害怕，他们不知道到底他们面对的是什么，要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还是带着弟弟去了。去到那里，他们再一次为了生存，到了埃及去买粮食，也照着这个统治者的要求，带着便雅悯一同到他的跟前来。一到埃及，他们就被带到一间大屋子里面。他们其实心里非常的恐惧，我们只不过是来买个粮食而已。没想到在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人，他们看到，可都跟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他们心里就害怕。兄弟之间彼此说：领我们到这边，带我们进到这个屋子里面来，一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是因为上次我们袋子里面的那些银子1块钱都没有少？他认为我们偷了东西，还是他认为我们是怎么样？他要陷害我们，要抢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就跟这间房子的管家说：其实我们来是真的要买粮食，我们真的要买粮食回去给我们的家人，回去给我们的族人，他们来吃。可是上一次我们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回去的路上看到那个袋子里面的钱1块钱都没有少。今天我们把这个钱带过来了，甚至我们把这一次要买的粮食的钱我们也带过来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上一次那银子到底是谁放的。后来管家告诉他们，中午要跟主人一起吃饭，所以这些弟兄们他们就准备好他们的礼物，从迦南地带过来的礼物。
要来献给这个主人。他们就跟主人一起吃喝，也很开心。可是天一亮，他们就被送出城了。哥哥们想说，这次终于完成了任务，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很简单。钱也给了，粮食也在驴子身上了，我们又受到主人的招待。走出城没有多久，忽然被人家叫住，原来是那间屋子的管家，叫住他们说：“你们偷了我们主人用来喝酒的银杯。”这些哥哥们无法想象，怎么又有一件事情来发生了。这个管家说：“你们真的偷了我主人的银杯？”他们就回应这个管家说：“如果我们真的偷了你的这个主人的东西，我们何必带着金银子来买这些粮食呢？我们不会的，而且我们把上次你们没有收我们粮食的银子的钱，我们也带过来还给你们了。如果你在我们当中找到那个杯子，就叫那个人死，我们其他的人来做你的奴隶。”每个人将自己的袋子打开，让这个管家来检查。从最年长的开始检查，一个袋子，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到了便雅悯的面前，袋子打开，银杯在里面。所有人都傻住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管家把他们带回屋子里。屋子的主人要求，因为你偷了我的东西，要把你这个最小的弟弟留下来，你们其他人可以回去了。犹大想起父亲曾经说过，如果这个弟弟有一个3长2短，他也不想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犹大就向前向这个屋子的主人说：“求你听仆人说一句话。”他说：“我的父亲年纪很大了，已经非常老了。他在年老的时候呢，生了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呢，他的哥哥在多年前呢已经死掉了，他的母亲只剩下他这一个孩子，父亲非常非常的疼爱他。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买这个粮食，这个弟弟若没有跟我们回去，或发生了意外，我们的父亲一定伤心欲绝。所以呢，他没有跟我们回去，我父亲如果没有看见他，他就会死掉。让我留下来代替他吧，你让这个弟弟回去吧。”约瑟听到哥哥讲的这一番话，他心里开始激动了。其实从哥哥第一次到埃及来买粮食的时候，他就已经认出他们来了。他就已经看见这群人原来是他的兄弟。但是约瑟这些年来，他自己已经长高长壮，面貌也变了。他身上所穿的是埃及人的服装，哥哥们已经认不出当年被他们卖掉的这个约瑟这个弟弟。约瑟在这个时候同时想起了他过去曾经做过的那个梦，就是河捆、太阳、星星、月亮向他下拜的这个梦，以及他过去生命中的这些历程。他被哥哥们卖给商人，商人再把他卖到埃及，成为侍卫长的仆人，在侍卫长仆人的家里又被陷害，下到监里面。然后因着上帝的保守，他才得以用上帝给他解梦的这个恩赐，回到法老的面前，为法老解一个梦，为法老解释那个7个丰收的年和7个饥荒的年。法老信任他，就交给他治理全地。他走遍整个埃及地，甚至命令他成为埃及的治理者，将祭司的女儿许配给他。约瑟在想，经过了7年的丰收的年，真的是应验了他所解的这个梦。接着7年的饥荒，人们来到埃及面前，埃及的法老王的面前，向他祈求粮食的时候，法老王只说了一句话：全地都要听约瑟的指示。
约瑟这时候的权力、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大。而这个时候，约瑟看到哥哥们来买粮食，其实勾起了他的一些回忆。他想要知道哥哥和弟弟们，他们现在的状况，可是却看着哥哥们来，父亲跟弟弟却没有来。他这个时候没有与他们相认，反而是用一个统治者的身份来对待他们。看起来约瑟的态度和方法是非常的不友善的，好像是要来报仇的。可是这样的安排却让约瑟一次又一次心中的这个伤痛慢慢的被抚平。这样的经过也让哥哥们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在这样一个看似很严厉的态度的背后，却是有一种很温暖的爱在里面。在一种好像威胁的当中，以怜悯来做和解的工作。约瑟最后终于忍不住了，他要所有的仆人出去，为的是他的身份，他不要让仆人看见他哭的那一面。仆人出去之后，他放声大哭，他与他的兄弟们相认，他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健在吗？”讲了这句话，他的弟兄们都吓呆了。约瑟继续说：“我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那一位弟弟约瑟。不要因为我被卖到埃及，你们就觉得很自责、很难过，也不要对你们自己觉得生气。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觉得现在看到我觉得很尴尬。上帝安排在我带你们之前来到埃及，是为了要可以使我们生存下去。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没有收成，所以上帝先差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保全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子看来，让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不是你们把我卖到这里的，是上帝派我来这里的，是上帝又让我做在埃及这个地上面的统治者。所以你们要回去赶快向父亲说，上帝已经让约瑟做埃及的统治者，管理这个地，你来到我这里，让我可以就近照顾你，来奉养你，免得你和你的家畜在还有5年的饥荒里面，你会饿死，会贫穷。他讲了这一段话，他为了要证明他所说的，他就说：你们的眼睛和便雅悯的眼睛都看见而且听见我所说的话。原本屋子里面的气氛是非常的紧张，这些兄弟们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好像他们偷了主人的银杯，可是却因为约瑟的一番话，从那种很紧张紧绷的情绪转化成一种很感人兄弟相认的画面。过去的一切，约瑟和哥哥们之间的那种因为父亲的偏爱，因为约瑟所做的那个很夸张的一个梦，因为兄弟之间的嫉妒、互相的仇恨、试探，甚至到了买粮食当中的一切的惊讶、害怕，这一切完全都是存在上帝的掌握里面。过去的这一切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上帝的安排里面。所以约瑟这个时候非常清楚地明白到，他们的生命不过是上帝为了这个时候这一刻而做准备的。上帝所隐藏的目的，他们很快就清楚了。约瑟非常的清楚说，上帝在差我在你们以前先来，为的是要给你们在这世上留存余种，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他知道原来上帝的让他经历过的这一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的是要给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存。迦南地仍然有饥荒，所以他们必须通通下到埃及来，在丰盛富足的这个之中安定下来。
也就是上帝这个应允，不单单只是对雅各，也是在实践对亚伯拉罕的应允。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说：“我要使你的后代子孙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又跟雅各说：“我要使你成为一国或多国的开始，使你的家族丰盛，让你可以生养众多。”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可能会像雅各一样，我们会失去一个所爱的。就像雅各失去他一个所爱的孩子之后，他又即将面临失去另外一个他所疼爱的小儿子。我们可能在相同类似的事情上面，我们会再一次的发生。过去可能发生过，现在又再一次的发生。我们也有可能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看似买粮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去买了之后，反而发生了惊天动地、无法收拾的一个事情。看似在这件事上，我的能力我可以完成，但是却越做越复杂。还是我们可能像约瑟一样，我们经历过被出卖、被陷害，然后得到平反，最后获得身份地位，获得肯定。我们拥有金钱，拥有权势，拥有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其实都是让我们在背负着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就是要让我们的家族能够兴旺，让我们背负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看似压力，却是上帝的应许。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们人生当中所经历过的一切，其实上帝早就预备安排在这当中。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最后约瑟要雅各来到埃及地，就是要来应验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在我过去的成长经历里面，我有时候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的来发生。但是逐渐的长大之后，我渐渐的明白，过去我所经历的那一些事情，是让上帝为了成就现在，而现在的我是要成就未来的我。也就是说，我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是不断的在让上帝来使用。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困难，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真正的目的是上帝在像约瑟所说的，上帝在猜我在你们以前来的时候，是为了留存我们的性命。上帝是早就预备好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我们心中一定还有一个疑惑，无法了解的事情，还有一个困惑，无法明白的事情，一直困扰着你我。即使我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但是我们却无法明白这些事情为何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一定会让我们经历过喜怒哀乐，我们会有欢乐，会有快乐的事情，我们也会遇到艰难无法突破的事情。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像雅各，都有可能像雅各的哥哥们，雅各的儿子们，也有可能像约瑟一样，我们会成为上帝那美好计划旨意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全的相信，不是凭着说我一定要看见某些东西，或我一定要看见某个人的改变我才相信。而这个相信是从你内心真真实实的，从你由内而发的相信。礼拜前的敬拜赞美里面，主的爱像一道江河流到我们每一个的心中。主早已经预备在那边了，只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还是你必须要看见才相信呢？挪亚方舟的电影，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有去看。我们真的看见了，我们才相信，真的历史上有一个挪亚方舟吗？
还是我们从上帝的话语这本圣经里面，我们就已经相信了上帝那救赎的计划在每个世代不断的在进行呢？耶稣说：因为你看见我才信吗？那没有看见我却相信的人却有福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你的计划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那美好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会经历人生的高低起伏，但是每一个经历都是为了要成就主你那荣耀的大能，为的是要让上帝你的福音、上帝国的降临。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恩典。如今我们已经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这样的一个新约的里面，求主你看顾我们，让我们真的相信，而不是要看见才相信，不用完全的去明白了解，要眼见为凭，而是真真实实的用信心来相信你是那唯一的救赎主。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与我们对话，让我们看见你那丰盛的恩典。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对你的一个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